今日咧就係響沙田嘅城門河啊，睇龍舟比賽啦，係啦，爭持都好激烈啊！呢啲係小龍隊嚟嘅嚇，殺2個人，殺個人左右啫嚇。中龍隊咧就係20個人。如果大龍隊多人哦，幾廿人㗎，係啦嗱，依家1號又係1號衝線啦，準備。龍啦，同埋佢教練嘅1號龍啦，係嘛？睇個走勢啊，睇個走勢係1號1號啊。而家仲有8名米啦，睇下邊一個3號。我覺得後邊好犀利啦，由黃色嚟嘅國際濟公文化協會同埋9號線嘅。啡色旗龍舟3號一齊都係衝線啦。比賽翻去啦嚇，係啦，跟住又嚟㗎啦。響城門河啦，兩邊河邊咧好多市民觀眾嚇，對面就好多。所以咧，精英雲集嘅呢一組啦，呢邊咧一定相當精彩嘅。呢邊更加多呢邊。介紹線路先。紅色旗係青鷹隊，第2線藍色旗係李小龍。隔咗5分鐘咧，又跟住嚟比賽啦，都係小龍隊都係10個人嘅。爭持都好激烈啦嗱。第7線綠色旗嘅海能格尖峰龍舟隊咧，都上嚟喎，打唔到啊！哇！呢隊齊啦，呢隊差唔多啦。睇邊隊後嚟追上啊？青色旗嘅香港遊艇會繼續稍稍領先。7色旗。嗰個4號帶4隊啊！龍舟隊咧，穩守第5嘅。但係咧，第6線到紫色旗嘅香港海關龍舟會咧，亦都係上緊嚟啦。中龍運後公開賽決賽，香港賽馬會杯後線嘅羅南公司有限公司，後線藍色旗嘅李小龍體育會都係上緊嚟啊！將要過終點啦，最後直路。1號咁犀利㗎，一隊啊！青色旗嘅香港遊艇會將要過終點啦。呢隊係小龍隊嘅，有9隊參加，係少年組㗎嚇，譬如中學嗰啲啦。準備起步，17集梗係齊啦嚇。嗱，龍舟比賽咧，贏咗咧就獎杯啦嚇，係啦。呢啲咧就中龍隊20個人。前面嘅黃色嘅富寶花園。好啦，咁遠處嘅就有反綠色嘅龍舟可樂中舟同埋呢個咖啡色嘅東華三龍舟隊啦，佢一路係鬥緊啦。嗰兩隊爭持好激烈啊！叮當碼頭啊嗱，富寶花園可以實力我哋啲3條友，跟住2號線嘅亞美士龍舟隊追住啦，4號線嘅新水寶體育會做落小子。各隊都一路衝咗上嚟啦！1號線咧而家追緊沙田浸信會，而我哋嘅主人家咧而家好努力喺中游位置啦，一路追緊準備過終點啦。
遠處嘅就有東華三院龍舟隊啊，翻去攞獎啦！講得多時間咧。Ano, ito na. Oh, gini. Pinot. Mahalaga